圣经故事新旧约台湾教会公报社印1954年德普的刀闪城。圣经讲，古早查甫人、查某人拢变真歹，直到互上帝心真忧闷。既然到遮歹，上帝退火，就定着互遮个不义的人受刑罚，义人得到保全。望通互世界阁得到新的起头。伫迄时，地面上只有一个义人，挪亚拿定。上帝甲伊讲，伊特别做一个秘密的代志，互伊知，就是上帝要用大水毁灭一切的活物，人甲走兽、通拖、飞鸟。上帝甲挪亚讲，你着做一只大船，船要浮伫水面，踮船内就伊甲伊的家眷，拢要得到保全。挪亚听见遮个话，虽然真奇怪，毋过挪亚有信上帝，也照上帝的话去做。慢慢，挪亚咧成一只大船的款式的时，无论男女，迄时的人若想讲要落大船，煞爱笑，也笑即个在宣传造船的人会愚戆。但大船拢做好啦，逐项活物、精生也入伫船内摆好势。上帝也搬请挪亚甲伊一家的人拢入大船。佮上帝互船外的证人，也有70句通信挪亚所传上帝的话。然后真正40日、40暝，天落大雨，地出水泉。满1年后，船看伫阿拉涅山，挪亚甲伊的家眷就出大船到伫大地。因全家拢得到保全性命，因为挪亚热心信靠上帝。